另外來看這中華有一個越南籍的移工，今年1月時佇台灣生囝，也毋過這嬰仔出世10外天了後就過身去啊。這個移工說因為無錢甲辦後事，所以轉找朋友做伙甲這個紅嬰仔呢待佇個空地。即馬法官是考慮到外國人恐驚是對台灣這個殯葬風俗是無解清楚的，所以是照放殺屍體等罪嫌，甲這兩個人判5個月甲4個月，會當解納罰金。警方佇空地敲找，挖出一個紅嬰的遺體。中華警方今年3月查到這位姓吳越南籍的失聯移工，調閱相關資料，發現伊佇今年1月有佇病院生囝記錄。一個問才知影，紅嬰出世10外天就過身，所以因為無錢通辦後事，這位姓吳的移工就找朋友鬥相共，甲紅嬰待佇空地。完全坦承女嬰因病過世，遺體由他與友人范姓男子載往鹿港鎮吉安北路掩埋。全案經訊後，已請地檢署偵辦。法院審理了後，考慮兩個人無前科，而且對台灣殯葬禮儀無清楚，分別判兩個人5個月加4個月的有期徒刑，同1科罰金。社福團體表示，有不少移工因為無清楚法規，有心了後就秘起來偷生囝，變做失聯移工。其實本勞跟外勞都有享有生育權，雇主會跟他說：“你懷孕，你要回家。”或是他自己也不懂得這個他的權益，有很多的困境，所以他們通常都會選擇變成失聯移工這樣。社福團體表示，目前台灣一年有將近4000位移工申請生育補助，但大部分攏是佇工廠接頭路的產業移工為主。因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對家庭內做事的家事移工進行法令宣導，提供較完整的生育甲照顧資源，讓移工了解自身的權益，避免因為資訊不足也是經濟困難，衍生更較大的社會問題。記者楊思成綜合報道。